搁再过2礼拜就是母亲节咯，袂少人拢会买这剪羊仔花送互妈妈。伫国内剪羊仔花上界大产区就伫咧彰化参尾。去年因为这个发财的时阵撞到风台雨，影响到育成率，今年的产量减少大概3成，价销也起码1倍。红的、粉的，阁有新品种、青色的剪羊仔花。过2礼拜就是母亲节，袂少人会买剪羊仔花送妈妈。台湾剪羊仔花种植面积大约30公顷，彰化参尾乡就占23公顷，是国内上大的产区。农民表示，因为天气影响，今年产量大概减少3成。第一就是讲，咱种的时阵7月，咱新历7月就开始种，种了是讲叫大雨啦，迄阵我就刮雨来淡就真歹，就较会死。上少也有差不多10分，减到3分有啦。农民表示，去年新历7月剪羊仔花发财的时阵，拄到风台雨，影响育成率，花栽的损失就将近5成。嘛因为产量少，目前剪羊仔花价销起码1倍。第一年吼，那这个时阵拢头伫个落点拢头伫5、6块，毋过今年吼，因为迄个花量有减少吼，所以价销起起来。目前市场的价销已经到10块啊，一支10块，就是100块左右。参尾乡农会表示，国内剪羊仔花的产业价值大约1亿5千多万，其中彰化县占9成。农会甲农民北产，一年大约种20-30万支的剪羊仔花，帮助农民找销路。农会也估计，如果母亲节剪羊仔花会更较好价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